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踮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阿姨，你转来。昨暗吼，规暗无转来，我甲阿母足烦恼的。秀玲，敢真是破病啊？无啦，因为拖我去较早伊细汉住过的所在。半暝啊去？你毋知影，伊遐变到足儒的啦，我只有陪伊去啊。啊，伊到底是啥物问题啦？我都毋知影，有当时啊伊足清醒，有当时啊都咧黑白讲话。吼，我足无简单啊，叫伊困去啊，我才头酸转来呢。吼，够忝，我入来体一下。对，伊即马还阁当作我是较早阿姨啊呢，伊也无承认伊讲有囡仔啦，啊无承认讲咱有家庭啦。吼，我录一个。做干掉。秀玲，秀玲，阿喜，你骗我！你讲你会陪伴伫我的身躯边，结果我困的时阵，你人煞无去啊！你骗我！秀玲。啥啦？无遮济啦，来啦！我是师妹，你袂记啊？我是阿喜的某啊。阿喜的某？毋是啦，阿喜的某是我呢，哪会是你？秀玲，你若真是要甲阿喜斗阵，你会晓讲啊？你莫用这款的方法好无？你伫咧讲啥？我听无啦。真无欢迎你啦，啊无你出去啦，吼，你出去啦。秀玲，我知影你想要甲痛苦的过去甲放袂记，啊，毋过你安尼甲阿姨拖到玲珑西，我这个做某的，毋是真错讲伊定定来遮陪你，我是烦恼讲伊身体会拍歹。啊，迄是爱我呢，迄是伊家己甘愿的呢。敢是伊欢喜甘愿的？我的腹肚内有伊的囡仔呢。我甲你拜托好无？你若真是破病，互我带你去看医生医好。若是无，你就放阿姨煞啦。你讲话讲互清楚好无？是你对我的身躯边甲阿喜抢走的呢。我无去找你，你即马说新闻大户来遮甲我讨人，你走，你真无欢迎你啦！你走啦！你走！
歹，我歹回心。伊囡仔若一死，阿喜就无可能转来我的身躯边。袂用的，我袂用这么自私，我袂用这么自私，我袂用的。秀玲，秀玲，我记得你，秀玲，这跟我无关系啊！阿姐，哎呦，阿姐，巴豆，妈，你来跟我干啥？你来，阿姐，哎呦，莫搁耍啊啦！恁两个囡仔实在有够激的呢。恁妈妈胖过你啊啦，你知无？搁咧耍。阿姨啊，有无？找有人无啦？无啊，阿母啊，是要出去拢无讲一声。无啊，平常时若要出门的时拢会甲我讲一声。太今仔日出去的时也无甲我讲啦。进来啦！阿姐伫阮兜昏去啊啦！进来。唔要生啊！紧来，妈妈来，你妈妈要生啊！紧来。医生啊，阮无要紧嘛，不要紧啦，我家遐困住就好啦。过两工若较袂好时阵，再家带来病院，我先走者。多谢。哎呦，够古济啊！你安尼头大面舒风，你也看。阿妈，我来。莫甲我卡袂啦！哎呦，这哦，弟弟哦，爸爸拄生出来尔，迄骨头拢还阁软软的，我袂卡袂。你要抱阿伯阿大才去抱哈。玉凤，好棒哦！我们现在有滴滴，以后啊，我们可以教他写字，还可以跟他一起玩呢，好棒哦！对。是妹啊，哎呦，多谢你呢，我你辛苦，我生一个金孙啊，真正这佛祖有保庇，哈，你甲看，你鼻目水也有够成安喜啊，你甲看，才古水着啦。阿姨，伊内面迄个人哦，足讨厌，你给赶走好无？切创啊，伊是阮某囝呢。我这是你的某呢，阿姨，你毋是讲你上爱我，你上疼我，安尼我讨厌伊，你给赶走好无啦？你若唔去吼，那呢我来管。阿姨啊，你来看囡仔一下，好，你走啦！伊是我的哦，你袂用甲扣哦，走啦！哎呦，秀玲啊，你若形容变安尼啦，你咧起笑哟，笑毛笑面啊。叫你走，你无听哦。阿母啊，你袂用安尼啦！你啥？我唔捌你啊啦！你别共款哦，出去，拢爱出去，出去有听无？起笑哟，激戆啊你！阿母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出去！救你！这种地方，先到外面去。我带我。我靠！你要面对现实啊！你也怕死啊！你即摆已经无我可对象，你知影？你家己徛起来啦！我靠你啊！即摆已经无人无关联啊啦！我即摆是师妹的翁呢。你已经这么爱我，你搁放纵我去台北？放做你去台北，迄是我的负责任啊！咱已经无感情啊，你知影无？事实上，你下拖去台北迄暝，我就对你死心啊啦！这几年来，刚才师妹咧陪伴我。你对伊只是感觉，你并无爱伊啊！无，迄是100%的爱，我对你才是真分尔。秀丽，请你面对现实好无？莫搁倒撇，哦。你袂使因为你家己命有关系，叫我放下某囝，来保障你后世仔的幸福啊！我对你还阁有感情。无啊啦，无啊啦，迄咱只是兄妹仔感情尔啦。啊，我真有囡仔，哦，
讲嘛有讲迄家庭，莫搁讲迄爱的问题啦。即摆上重要的是安怎一个好的环境，互囡仔吃拢大汉。知影无？敢讲你无希望明耀后摆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？你看你这个讲和明耀行到安尼，我规家伙家客不宁，你家我想看卖啦。秀玲，你安尼会破坏我的家庭，嘛破坏你家己的家庭啊！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金孙的福将哦满月啊吼，阿嬷较等下吼，甲你剃头剃水水，互你交大汉吼。妈，我要婆好无啦？我要婆啦。抱啥啦，抱啥啦？阮金孙啊吼，都毋是迄个洋娃娃，敢若真要抱安尼，毋拄好啊！你若袂晓抱，俺甲我抱跋落，看要安怎就好吼。哎呦，别啦，阿妈我莫要婆啦。莫吵金龙啦。不要闹了啊！到外面来玩。为什么一定要到外面来玩？我们也要看弟弟洗头啊。好。母啊，是是要照金龙，较早满月的时阵礼数。迄当然咯，福将啊吼，是阮当家的金孙，当然嘛爱用较好咧吼。啊喜啊咧！你内底换衫啦，等下剃照头个剃好吼，要扶你互看秀玲啦。吼，好啦。对啦，要来看秀玲。爸爸，我们要抱福将。阿姨啊，师妹啊，较等下恁要看秀玲吼，恁规个拢带去，好上空的倒，我家己来甲剃头哈。啊无吼，拄好才满月尔，安尼毋拄好出去外口呛风吼，袂用的啦，哈。来，哎，阿妈来剃头。阿姊，阿妈。啊，明玉哦，哈，秀玲啊，啊你也来遐济啦。秀玲，我想讲你怎么个？一个已经过去，莫搁讲啊啦。阮拄仔在讲，免看你呢。真是的啦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甲你遐念济嘛。无迄严重啦。来，坐啦，秀玲。嘿啊来，较济啦。秀玲遐济啦，遐济。哎，练好圆吼，踢钉吼，阿妈来剃头哈。这种衣服，来，我这明去外面玩，好不好？不要啦，他老想抢我爸爸，我才不要跟他玩呢。我又没有，我只很喜欢阿喜叔叔嘛。那我爸爸当你爸爸呢？那当然好了。可是你还说不抢，被金龙套出话来了吧？金龙，我们出去，不要吵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个囡仔，你看，啊来，明玉啊，阿妈这来，你坐，阿妈，我以为爱跟我伊就走啊啦。我是讲吼，为着我阿母，我不想要爱遐子做我的阿爸啦。你甲看这个囡仔讲安尼，啊，无要紧，明玉也上乖哦，哪有像迄金毛安尼，搁有风佚佗对无？人呢安尼煮搁熬读，啊，阿嬷吼才叫阿喜啊，收你做客查某囝吼，啊你会记哦，后摆大汉的时阵吼，就爱代替阿嬷吼教福将啊哈，看会当亲像吼，啊你安遮熬读册，啊遮熬遮乖无哈？哦，是啊，这是你的福气呢，你遮尔乖，搁巧，搁遮尔捌代志的查某囝。来，哎，阿嬷甲你剃头哈，来，哎。金龙，你怎么都是红字啊？哎呀，拿给我了。我告诉你哦，回家的时候你不要把成绩单拿出来哦。为什么？老师说成绩单要给爸妈签名啊。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要交回给老师哎，那你交回去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，不行就是不行啦。金龙，可是没有爸妈的盖章，我们就会被罚得很惨呢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学爸爸签字，保证啦，老师看不出来的啦。
万一爸妈跟我们要成绩单怎么办啊？到时候老师还没有发回来呀。可是不能说永远都没有发呀。哎呦，笨蛋呐！时间一久啊，爸爸妈妈就会忘记的啦。哦，哎，你刚才没有听到我讲什么话？听到什么啊？我告诉你哦，你要是敢打小报告的话，小心我揍你哦！你这一套我从小看多了。你爸爸是流氓，当然看多了。我爸是我爸，跟我无关，以后不能提到我爸。张金龙啊，听说你在班上成绩满江红哎。金龙，什么是满江红啊？哎呀，你很烦哎，就是成绩很烂啦。你以后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。哈？我不懂的问你。哎，你以为是谁啊？哎，我是好意，免得你以后考不上初中就很难看了啦。那是我们家的事，用不着你管啦。对啊，不管就不管，我懒得理你们了。走吧。哎呀，乖孙的加食瓜吼，盖够大汉吼，好食哦。来，阿妈搁试吼。阿妈，我回来啊。妈妈，回来呀。哦，来。有苹果哎。咦，乖孙的妈，阿妈。是弟弟在吃苹果哦。我妈妈啊。什么你嘛买？啊，恁汉大汉啊，咧食啥？啊，恁小弟吼较细汉哦，爱营养，互伊加食罐，才会较大汉。嘿，来。啊，较早阮细汉的时阵吼，你拢无买苹果互阮食。较早是较早啊，较早都无钱，我是要安怎买互恁食？啊，即摆就有钱遐。哎呦，你这个囡仔哪遮够勤奋啦，哈！啊，敢才是遐尼爱食，哈！去写字啦。我功课写好啦，阿妈，我想要食苹果啊。对啊。啊，恁是袂晓听是毋啦？都甲你讲，这恁小弟要食的，啊，恁是安怎拢毋捌食着毋哈？啊，若爱食吼，灶骹遐有迄落柑仔啦，摕去食啦。哦，阿妈，你有够偏心的呢！啊，明明苹果吼，阁有一半啊，弟弟也食袂了啊，你啥阵拢无爱互阮食？哦，你这个囡仔吼，应着话吼，惊死人嘞哈！啊，我咧甲你讲，你煞无听的吼，都甲你讲这苹果要互恁小弟食，你是毋捌食着晓啦，哈？阿妈都不给我们吃苹果，怎么办啊？哎呦，这个囡仔讲安尼啦，嘿，无通食我用手的啦，哎呦，你家在金孙啊，免惊，哎呦喂，哎呦，这个囡仔，哎呦，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你们俩是谁先动手抢苹果，害阿妈跌倒的？是我啦，不是，是我。为什么不能好好说，一定要用抢的呢？阿妈都不疼我们呐，好好说也没有用啊。对啊，阿妈又不疼我们。阿妈不给你们苹果，就是不疼你们了吗？阿妈还把苹果留给弟弟吃啊。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看过阿妈买苹果给我们吃。弟弟那么小，为什么有苹果可以吃？你们俩都这么大了，很多事情不是光用眼睛看的，要懂事。你明白妈的意思吗？妈当初嫁到陈家来，带着你们，妈是怎么教你们的？还记得吗？只要做好做人的本分，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计较太多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这哦，较细腻的啦。好啊啦。哦，好啊，哟，哦，好，鸟喂呀。阿母啊，后摆食苹果吼，你甲切做3份啦，安尼嘛较公平。啊，我也是想讲吼，阮金孙还阁细汉啊，加食一寡是安怎？阿母啊，敢讲你拢无一丝仔私心？